最近行街逛街，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呢？身邊好多開咗10幾年、20幾年甚至幾十年嘅老字號，一間接一間執笠消息，真係睇到人心都酸嘅。以前嘅香港鋪位咧，真係搶到爆啊！尤其係銅鑼灣黃金地段嘅月租咧200-300萬，大把人咧爭住搶，根本咧唔憂租嘅。依家反轉再反轉，租金咧跌到10幾萬都冇人問津嘅，空鋪咧越積越多，呢個反差咧真係大到離譜嘅。到底係乜嘢將香港人嘅苦心經營嘅老店咧一步一步逼到絕路呢？好多人咧睇唔通透過現有嘅，其實道理好簡單，睇通呢個局咧，首先識得點樣咧守住自己啲錢，穩陣收益啦。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個貴字啦，點唔算啊？鋪租貴到離譜，好多老店鋪咧租直接佔咗營業額嘅40%以上，老細每日開門咧就係為咗交租啊，根本就冇利潤性嘅。為咗撐住個成本咧，唯有樣樣縮皮啦，人手減，服務跟唔上，好多遊客咧投訴態度差，其實唔係老細同店員咧有心唔客氣嘅，全部都係俾高硬嘅成本逼出嚟嘅。再者，依家港人北上消費早就唔係潮流啦，而係日常嘅常態。內地嘅飲食咧購物選擇多到數唔晒，價錢平，性價比又高喎，服務態度仲好到冇得彈啊！一到週末同假期咧，大批香港街坊咧北上消費，本地客源直接俾分流，老店咧生意一落千丈，根本咧就點唔住嘅。再加埋內地各大品牌咧強勢南下，好似霸王茶記、喜茶、麥食冰城呢啲連鎖品牌，性價比咧直接碾壓本地小店嘅，店價平，款式多，人流旺，傳統老店咧根本冇得同佢哋競爭嘅，生意咧越做越難。依家成個香港商業嘅生態咧徹底大死牌啦，消費者咧越嚟精明，個個咧都識得執性價比。呢個根本唔係單一個店鋪嘅問題，而係時代變咗，大環境變咗，死守香港貴租鋪位咧只會越做越蝕嘅。所以講到底咧，做投資一定要睇準水位，識得轉場先至贏。與其係香港賣貴租做蝕本生意，不如轉去深圳執優質筍盤啦。呢個係當下最穩陣嘅投資思路。深圳依家有超多人流、超旺嘅地段嘅核心嘅商鋪筍盤，租金回報咧穩陣又實在嘅。趁住依家低位吸市入場，用租金咧覆蓋月供，以租養退，零壓力穩陣長期收益，比起香港死撐咧實在好太多啦。如果香港街坊想知道深圳邊啲地段嘅商鋪最搶手、回報最穩嘅、最適合投資嘅，即刻私信我啦，我 send 一份詳細嘅地段分析同筍盤資料俾你。關注我，我係 Damon， 投資唔踩坑。